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K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刷落来，咱们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汤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的踏踏滴滴、甲经验的故事，这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的这位贵宾，曾经真拼死，提倡台湾文学界的改革，推动台湾文学语言学系的设立。前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馆长郑邦定教授，也就是台南市前教育局长。伫担任台南市教育局长的时阵，对本土教育的进身推杀，真侪人拢真有印象。惠阳会当邀请到郑邦定局长来到咱们K广播电台，讲伊人生精彩的故事，一定会互咱空中的听众朋友感动。在要听故事的进前，咱先听一段音乐，音乐转来了后，就开始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的单元咯。歌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今仔日邀请到的一位贵宾，是前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馆主，嘛是前台南市的教育局长，更加是极力咧推动咱台湾文学，提倡咱台湾中国语文学术爱改革，上界有远见、上进心的学者。郑邦定教授，咱会当请到郑邦定教授来到咱十门溪广播电台，分享这个文化界真侪人士极力咧走总呼吁的，就是讲咱爱成立国立台湾文学馆。啊，这个故事，这个过程，那透过咱的局长亲身来讲，一定足精彩的，对唔对？所以咱今嘛先邀请到咱的郑邦定教授来看咱空中的好朋友问好。主持人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邦定局长。好，开阳今仔看到你吼，我家己心情怎咧斯不灵足样的，相信有足侪人吼，对咱台湾文学馆第一间国立的这个文学馆，这个故事一定足有兴趣的。敢会使请局长你甲这个经过，安尼透过空中互咱的好朋友来了解。是国立台湾文学馆的成立有真趣味，嘛有真艰难，嘛有真互人感动的过程。其实我嘛无算上届头一任的因为这个台湾文学馆若讲这个建筑，今年2016，今年拄啊100年。较早即个酒厅伊是管5，即马台湾的5县市啦。是。虽然讲台南酒厅，但是伊即个台南州是即阵的分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县、台南市，是即个5县市，这是日本时代的台南州。所以即个酒厅是管遮尔大所在，比即马的大台南抑搁较大着对。抑搁较大。是。所以。这个酒厅呢，伫咧战争的时阵，二次大战的时阵，美军有来轰炸，炸甲密密麻麻，所以伫咧战后，才个简单甲伊恢复，所正做国民党来的时阵，先当做空军供应司令部，了后，才司令部刷走，遐才正做台南市政府。佫有这段我都毋知呢。遐有经过一寡，反正就是一个空间会当利用，是。就有当时用这，有当时用迄嘛，咱即马有真侪闲置教室嘛爱做即款的拍算那么台南市政府伫遐了后，一直到台南市政府佫刷开去，迄个做施治明市长的时阵，佫电起伫安平永华街、永华路这个酒厅这个所在，全咧空伫遐就对啦。这中间有经过真侪市长嘛，比如讲苏南成市长，就是伫这个酒厅这个所在上班的嘛到了后，李登辉总统迄个骹步，才真侪人去争取政府用真侪经费甲伊恢复，毋是讲轰炸了后袂当用，甲恢复做会当用，毋是安尼尔，甲恢复到。也未轰炸进前日本时代迄个样子，所以包括迄个瓷砖、一个厝顶、一个什么物件的材料，甲迄个形体，拢总恢复到古早。所以，这个100年的建筑，佫拢恢复甲较早迄个面貌。对。另外佫有加起出来的部分，较有够通用所以这有新旧建筑、新旧的建筑去结合做伙。那么，正做文学馆的进程，其实是较早文建会下底有一个文化资料处。那么，这个文化资料中心啦这个中心下底有一个台湾文学资料这个组。是。这个组了后，才渐渐形成台湾文学馆。但是，伊嘛毋是一边的叫做国立台湾文学馆，伊首先是正做一个叫做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筹备处若是成功筹备了好势了，因名要叫做国家台湾文学馆，毋是国立台湾文学馆。这有啥物无共款？大家无讲真了解国家台湾文学馆，伊就会好亲像
国家两厅院，对，也是国家艺术基金会，是。这款用这个国家做名的意思，就是伊有一个董事会，董事会本身都要去总钱来经营的，对，那么公家政府可能是伫咧上头啊，互你一寡本钱，过来就是你家己爱去经营，就是讲需要开钱，就是这个董事会爱去总钱啊。不过这个国家台湾文化馆的筹备处伫咧等一个物件。或者行政法人法、行政法人法这是一种行政的法人，是，伊毋是财团法人，毋是社团法人，伊是行政法人。行政法人就是爱根据行政法人法有这个法律。这个法律毋过伫咧立法院动作久呢，所以这个国家文学馆筹备处筹备4年的时阵，就是咧等这个法嘛。毋过，这个法到最后2007年的时候，第立法院无通过了后呢，这种国家台湾文化馆的筹备处所面临2条路，一条就是讲就筹备袂出来啊，准拄好就无去啊；一条就是讲迄落做变做国家的机关，了后就是选择这条路，就是毋甘互伊无去，因为进前的人已经做真济困难。努力过真侪拍拼过啊，所以呢，才有这个选择第2条路，就是变成国立台湾文学馆，都毋是国家的对了哈。那么，这个国立台湾文学馆什么意思呢？伊就是政府的机关，是伊应该是讲机构啦，机构，嘛毋是机关啦哈。咱普通来讲，机关就是有执行公权力啦，你讲警察局，还是法院，还是市政府。这就是机关还是讲教育局嘛是机关，因为咧执行公权力。那机构伊就无咧执行公权力啦。文化馆警察局讲你有闯红灯要给你取缔啊，也要执行公权力。毋过文学馆袂当讲你没有读小说我要给你开罚单，袂当咧执行对。所以讲，等这个行政法人这个公文的时候，嘛是一个足好的这个故事咯。哇，足赞的！咱先听一首歌，互局长你休困一下，咱下个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嘿。生活中遐尼多白目，心话老人已经变老，家己的臭屁，着家己来放，袂当漏开。动动的男子汉，一生中有几个知己。做阵冲，做阵拼，嘛钱，目屎甲苦涩，透做一杯兄弟，想当初青春的美梦，都一送，风大啦，哦一送，唱歌啦。过去的漂泊犹原在，今仔日咱做伙斗阵。一送福大啦，一送认真唱出声，天下无敌的一送，一杯我两拢无惊。半人，一生中有几个知己，做阵冲，做阵拼，嘛钱，目屎甲苦涩，透做一杯兄弟，想当初。青春的美
除了欧巴桑，拢无咧惊半个人。感谢哥回来咱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听这位前文学馆馆长陈邦定馆长的故事。就听正做国立台湾文学馆，原来才有故事性。哇，局长，我拢唔知影，这个故事是这尔啊趣味。话若要讲透透吼，目屎咧飞袂离。哇！这故事我嘛是拢来，才亲身接触到，才知影的吼。啊，拄仔咧讲变做一个机构，是啊，这个机构就是属于即卖文化部，较早叫做文建会。是。那么文建会呢，伊做一个决定，既然行政法人法已经无通过啊，所以袂当成立一个国家台湾文学馆。是。规气就甲变做国立台湾文学馆，这差别就变做公部门。就是政府的机关机构，就是用纳税人的钱预算，用政府预算来支持。是。所以这做馆长也好，做这内底工作人员也好，唔免烦恼无钱，都爱来甲阿伯来找董事会来，是，就较安心。但是呢，上面就是讲咱的中央的，这属于中央的吼，是，所以伊会当互你偌济预算。伊嘛有一定真侪考虑嘛，吼，是，所以这个预算啊，照我打起的时阵，头一年是1.3亿多万，有咧增加，是，我会记忆中就是第二年就是1.5亿几万，了后就是1.7亿几，对，但是嘛毋是讲到当年拢直直去啦，吼，是，总是伫这个1亿外啦，吼。1亿外要来处理这个台湾文学馆，这个经费当然这个对人事费嘛爱真济，对啊，迄个日常的水电种，那么剩一寡业务费，才会当来出版文学的作品，对，这确定啊，这个讲，是，即马这个文学馆一个成立，拄啊费用主持人费用咧讲头一任的关注啦，其实迄就是有个人对国立台湾文学馆，就是2007年的8月算起。对。不过伫这个进程，伫个国家台湾文学馆的筹备处，迄个4年，其实迄内底就已经有几来个馆长啊。对。所以，阮这大家那有真侪先辈，阮大家互相那像老同事安尼吼。我算是第4个馆长呢，第一任的馆长。上盖头迄个文资中心的时阵，就是杨宣琴，对，杨主任，是。那正经讲成立这个国家台湾文学馆的筹备处，是。迄个时阵呢，头一任的馆长是林瑞明教授，成功大学。林瑞明教授做满任了，登去成功大学，搁换一个大馆长吴馆长，再搁换一个姓吴的吴密察。历史学家，伊搁做兼大馆长，我是去接吴密察的，但是较定定伫台南拢小找拢会到，要甲请教要请伊帮站拢请会到的，就是林瑞明教授，因为伊伫成大带台南嘛，伊嘛实际上换2年，真正是对这个上界困难的中间，凡事起头难。我咧做，感觉做甲真辛苦，别人甲我讲你辛苦了。我讲我的苦是食药剂，林瑞明的苦是食药头，药头较苦，所以一步一步甲扛起来。国立的台湾文学馆用政府的预算，是对2007年的8月开始，迄个时阵
文建会的主委是汪金珠，洪金珠，对。汪金珠做到迄年的2月就因为政党轮替，变做这个看守期，有一个看守政府期，就是王拓，最近他贵姓王拓文学家，王拓接任。王拓接任的差不多3个月，新政府成立啊，马政府的成立啊，所以就搁换迄个做黄碧端做主委，黄碧端做主委，搁换一个或者盛智仁教授做主委，所以我起啊对汪金珠、王拓、黄碧端搁盛智仁，我短2年半的馆长我的上司的换了4个，这当然也是要论人头，就是这样论嘛。按来论功效是不好的现象，文化啦、文学这款物件，我真烦恼，定定换人，不是办法。一山栽三日强，文学是一种累积的东西啦。真侪物件爱累积起来，累积那么这4任了才调到我去接的时阵，拄到真侪困难。迄个困难。不是文学的困难，嘛不是资料的困难，迄人头前的人拢做真济去啊。我拄到的困难是国家变做国立，所以伊要用人的时阵，你变做公家机关，用人拢都要经过公家考试，人数啦，有一定的资格。过去所聘请来遐人嘛拢无算，要去定来。嘛有当时你会拄到讲，这内底嘛有研究人员，嘛有公务人员。某约聘人员，某临时人员，太侪种的这个人事的分类，所以牵涉到真侪种的人事的法律。所以要请一个人事主任来都无容易啊。人来伫学校咧用的人事面对人事法规就有限嘛。教育人员是。不过你伫国立台湾文学馆里论文学，伊是研究人员呢。研究诶。不过伊是国立的，所以也有公务员。因为伊是馆，所以也有会计、人事迄个做侪项的资格，财务逐项拢爱有嘛。佮爱有专业的知识呢。对。文学馆本身伊爱有真侪专业，这毋是馆长一个人做会到。对。无论什么人做馆长拢做袂到，因为台湾文学馆伊的专业就是文学嘛。对。但是伊是一个博物馆，所以。博物馆学、博物馆学、文学、博物馆学，不过伊个是公立的机关，用人要有一定的资格限制。那么无一个人有材料，这几项拢专业。对。加在这内底有专业，就是讲你有研究典藏组，你有迄个或者展示教育组，你这个文学馆、博物馆的物件，就是要展览互人看，展览就真专业。譬如讲，博物馆是安怎来摆拢关起来休困？是。真侪人叫是讲，博物馆的人要休困，毋是，是博物馆咧展览的物件要休困。因为礼拜拜六人较会来看，所以咱毋通休。毋过拜一人较袂来，迄天互物件休。互物件休困。咱先来听一首歌，互阮两个休困一下，搁来听看。原来咱遮尔啊好诶文化诶物件嘛爱休困呢。条路坎坷来打拼，行到这，沿途的风景煞拢无看，我头才知影岁月，安可因无声。舞台顶灿烂的光线。舞台脚，不过是平凡的查某囝，毋望幸福的歌词，会来写着我的心声。我
迄个人早就甲袂记的了了啊，爱过会记伫今嘛，藏在枕头壳，忘袂着啊。谢恁对我的疼痛，唱歌走天下，有恁的抱啊声，人生袂孤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咱这位亲爱台湾文化前教育局长郑邦定局长的心声，嘛是咱台湾国立文学馆的前馆长。今仔日咱来分享着讲台湾文学馆伊对台湾文学的这个文史的资料，除了有调查、收集，佮有建档、保存、维护。头拄咱有讲的。人嘛爱休困嘛吼，恁的物件嘛爱安那，嘛爱休困吼。这个足趣味的，因为可能吼，听众朋友嘛会讲奇怪，物件咧放伫遐，也袂臭袂烂，是安那爱休困。来局长，恁讲互咱的听众朋友了解。物件放伫遐，毋是袂臭袂烂，是会臭会烂，会臭会烂，会褪色，会褪色，会变形，变形。所以讲这个譬如讲这个文学馆。伊内底有一寡迄个展场、展览的场所，甲即个办公的空间，甲一般的即个或者活动的空间，这拢有分开，无共款的管制。伫个展览品内底，伊迄个物件，咱一工开几点钟的冷气，爱电火是外烧，温度爱安怎控制？这是一部分。即个物件袂当烧电火烧遐尼久。所以伊就偌久就爱休困一遍。尤其你若讲一本册伫遐，干那直直烧，伊嘛会褪色。对。所以有诶物件袂当曝日，曝日比电火搁较紧褪色。对。但是有诶物件伊毋是安尼尔，伊搁较进一步。譬如讲手稿。手稿伊当初是用即个操作写，用钢笔。钢笔。还是用毛笔，还是用原子笔写，伊毋是印刷诶。对。即个物件比。印刷的油墨搁较紧褪色，所以你若伫甲烧，今年你来看，人看有10年后来看，讲来扑去啊，会褪色。尤其搁一种物件是足宝贵的，毋是干那手稿尔。伊是用真脆弱的迄个物质所建立的。譬如讲，吕秀莲副总统，伊伫个美丽岛事件在坐监的时阵，伊用卫生纸写作。这卫生纸，阮接受伊即个或者捐赠，伊捐出来，阮阁委托台南艺术大学真专业的修护，迄爱用真侪钱，几啊10万，甲迄几张卫生纸，阁甲伊做甲保留，因为李秀莲副总统伊本身并无保留的条件嘛，咱普通人的物件放咱身躯边，其实是拢歹去尔。所以伊捐出来了，才开始得到好的照顾。即个物件安怎顾？纸才袂烂去，毋过卫生纸原来是卫生纸哦。你若讲你甲裱背起来，当然就较好啊。毋过袂当保留原状。所以要安怎互卫生纸继续是卫生纸？毋过顶头的字袂去无去，袂褪色。这要用真专业功夫技术物质落去维护。即款物件，伊不但咧展览的时，烧的电火较无遐光，较无遐热。个每偌久一定要收起来。收起来，这个摕出来，收起来这个摕，伊袂当一遍，等几年的。伊一定有，譬如讲手稿迄部分，咱即马讲逐工去看拢有手稿，无毋对，毋过迄拢有换。今日
展览的是这个主持人费用你所写的飞虎将军手稿，有一天李秀莲总统的手稿，有一天是作家的手稿，譬如讲即卖电视当咧演迄个叫做紫色大吊亭，对，紫色大吊亭，是，迄手稿就是关伫文学馆内底，你内底哦，迄我亲身去甲争取来，迄就是谢立发谢教授，伊伫台中国立美术馆咧做伊的70回顾展，伊是做伊的画咧回顾展，对。我是去做贵宾，好，开幕致辞，因为阮进前都有交陪啊。了后去致辞的时阵，我就甲出招啦。伊就甲我讲，迄阵伊是咧画展，毋过伊讲伊在写一本小说，就是咧写即个知识大吊亭。我就甲讲，安尼吼，即个物件吼，来关乎文学馆，是真正安尼来的。你譬如讲刘纳欧，新娘吼，柳营即个刘纳欧，台湾的电影文学的即个前辈，刘纳欧伊的逝世，刘汉忠教授，就是甲刘纳欧1927年伊即世人干那写1年的日记留落来尔，迄手稿，刘纳欧因为较真早就牺牲去啊，吼，伫上海。所以呢，伊迄个日记就是到尾来伫刘汉忠教授的手来交互我，我甲摕去文学馆用专业的复制2本，毋是彩色影印哦，是真专业的哦，做2本，一本献互伊即个主人家，因咧传家之宝，咧原作互文学馆收藏。我复制2本，一本咧展览，原作毋甘摕出来展览，原作都要有时有准。才会当摕出来，若普通时看，就是看迄本复制品。复制品就是复制甲看起来是一模一样，迄款复制的技术，若来印钞票的不得了，会惊死人，吼！互你看起来吼，都感觉甲迄原品是共款。是。我比即个例就是讲，即个物件啥都爱休困过3不顶。有诶是讲普通你电线嘛要休困，咱的电风电视嘛要休困，所以即个展场内底甲电有关的嘛要休困。是。物件嘛莫一直拢伫迄个温度内底。你若有温度，你都要冷气来调整。所以咱的基本开销会真大。所以展览场即部分爱杂。毋过伫个文学馆的地下室内底有一个展藏的所在，即个展藏是24点钟规年透天一定的温度，迄个是恒温。对。恒湿，内底爱真打扫，袂使有湿气。恒温、恒湿，佮无尘，无污染。拢无即个叫做尘埃就对了吼。爱保持安尼，所以连我即个馆长要入去甲看，就是讲袂使。你都爱伫外口遐倒位啊开始换鞋，来穿一领什么款衫吼？迄敢若像加护病房吼，要人看。看一个无啊，羽毛安尼吼，头毛落落来咧。我有一遍吼，真短时间带3批人客要入去吼，展藏组的组长甲我讲，局长、馆长，你毋免过入来，你已经入来过那边啦。所以讲要去看一寡吼，更较精密的物件，吼，拢爱有武装打扮的，真专业。赞！咱空中的好朋友，今仔日这集节目你有趁到无？要去看咱足精密的物件，爱武装打扮，拜托的，互阮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下个来听馆长讲文学馆的故事哦。好。时间破思念的汤。时间，我寂寞的人，我烧着一阵阵的迷乱，偷偷的软入心内。的香，相信
生存的空，想起离开我的人，彼一段予你芳见的时间，慢慢的浮沉在褪色的海，收音机风送的情歌，亲像是我在走找梦。时间我寂寞的人，彼一段予你芳见的时间，慢慢的浮沉在褪色的海。看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感动的故事，一步一步，招恁大家做伙听，用心肝听台湾人认真打拼的好名声。尤其咱这位前国立台湾文学馆，嘛是咱的前教育局长的郑邦定，会使讲是教授级的、普录级的先辈，来到咱的节目当中来讲到文学馆。这尼啊好的一个故事的经过，尤其讲，咱若要去欣赏足精美的物件，爱个武装打扮，这个物件爱休困，爱收藏。当然啦，人事的部分应该爱足济嘛，对毋对？公务人员莫讲啦，因拜六礼拜休困啦吼，啊若其他的时间呢？文学馆是拄仔咱讲休拜，休拜是无开放互人参观，是因为要互物件休困。休困啊，不过呢，公务人员拜是爱上班，所以公务人员是伫内底上班。迄天是无开放观众入来，不过内底的人嘛上班。好亲像银行，银行讲3点半就关起来，门锁起来。啊，不过因人伫内底咧上班。拜一是公务员上班，但是呢，拜六礼拜公务员是休困的，甲大家同款。所以拜六礼拜公务人员是无上班，不过有开放。对啊，拜六礼拜观众上济。啊，服务的人员是安那来？啊，服务的人员咱都爱靠志工。所以咱来讲到这，一定要讲到志工，是非常重要的大贡献。是一个国立台湾文学馆馆员就对馆长到我上下咧拢总馆员才30几个呢。30几个啦。国家的预算或者编制的人数是40几个，不过预算的人数编制40个，不过国家无遮济钱通互你请40个，所以预算的人可能35个，实际人员甲预算人员到编制人员中间拢有一寡浪胖。不过这个人并无在调互一个文学馆会当推塞叮当，这个人是负责内底的责任。你甲想，你来开一间店拢无人客，你这间店是要维持偌久咧？人讲一间店面较好3价田啦，啊，你一间店面，你若讲无人客来，你要安怎？啊，正经人客拢我来，
你这30几个官员是个人有个人的工课，研究的研究，设计的设计，水电的水电，这个人并袂当去招呼这个人客。所以这内底有一组叫做公共服务组，就是咧应对这展览来参观的这个人，嘛几个人尔。毋过观众是几若百个、几千个，所以咱爱靠志工。即摆来讲吼，志工的人数是咱公务人员30几个的6、7倍啦。哦，遮侪人200几个啦。我2007年8月去就任的时啦，都有真侪困难爱处理，但是中间呢，你也袂当任何一工无开嘛，这是无缝接轨。文学馆甲国立文学馆虽然有改名改制度，毋过迄个馆是拢毋捌停顿过。是。这个展览的部分我就甲了解起来讲，我看迄名单我当去的时阵，名单看起来180几个，毋过真正有得来真正有照时间拢得来80几个呢。我这个人较调调，我就爱讲抓头甲抓尾爱共款。对。名单有偌济人，还有偌济人来做工课。偌济人来，才有偌济人的名单。是。毋通这边较济，迄边较少，嘛无咧怪什么人，因为安那。因为来的人客都无遐济，志工都毋免遐济啊。对。有心要来的人都捌来，到尾就看看也无什么代志，就较无来。等等，我要求真严嘛主持人咧讲文学馆的志工的规格等等。对。我共定真严。对，真严。文学馆的志工，第一拢无福利。无福利，若要讲福利的拢无，有食便当无？无，补贴交通无？就是你今仔日若无来做志工，你会真艰苦。你若变教对国家、对文学、对文化，就是有贡献。你就是要来贡献你这个人，贡献这3点钟、5点钟。你若无来，你会真艰苦。是，安尼你才来咱的志工也有导览的导览的，爱共介绍即摆咧。展览什么物件？内容你也有了解。对。所以即摆展览的物件人换起来，这个展期若煞，是换别个主题，你就可以去学，爱受训导览志工、导览的志工。毋过有一种是或者展场的志工，展场的志工，展场的志工就是顾迄个展场尔。是。莫互囡仔踮啊哭做。对。莫互停电去啊，还是啥物人有踮内底啉饮料的，我袂使。还是讲迄个有规定袂使翕相的，你就袂使爱顾咧展场志工伊较毋免了解内容。是。但是呢，导览志工就是爱了解内容。是。这志工分做几若路就对。是。但是你若要来，我真欢迎你。我真感谢你，我真珍惜你。不过呢，无福利，无补贴，拢无。我迄阵有讲，我讲有诶伫别位做志工嘛，来遮做志工。我人因遐比较，因遐便当60块，咱这便当才50块通通没有。是。你伫恁兜食好饱才来，你家己来，你家己等于。我顶多就是甲你帮忙找出会当停车诶所。所以这个公共服务组就是甲这个志工拢甲组起来，一礼拜7天，一年365天，逐工都有人，逐点钟都有人，就安尼摆起来。即马过来就讲志工遮济，你若拢无工课做，人客若真少，安尼是要安怎用？我就较了解讲，他观众是偌济。头迄个筹备厝的阶段，迄个4年我来进前，甲平均1年无甲10万个。全国一馆呢，这全国一馆的国立的文学馆，全世界是无甲10国呢。对。台湾是已经是前10名内底啊。咱一国内底敢若一馆一年才10万人，所以我认为安尼伤过拍算，无发挥。我就甲定一个讲，一年要30万起跳。是。有一个媒体记者讲，恁馆长是起笑的啊。过去平均都安尼尔，你一遍要跳到30万，记者问我馆长。你这30万这数字是安怎生出来？对对来？我讲无啊，我就定一个目标要甲达成尔。你想到30万，你敢困会去？我讲想到30万，我就困袂去。毋过我无去想30万，30万我平均每工若是有1000人，真安稳，一年都是30几万。每礼拜若是有或者看有迄个2500人，一年到我都是有遐个人。所以我甲这个物件甲固定化。去想要安怎达成这个目标，和所有的官员大家拢来贡献意见。哇，迄阵想出来办法，足活泼的呢。足活泼。所以头一年33万几，第2年佫拄着迄个88风灾 H1N1，迄阵拢公共场所拢人较少，毋过阮嘛是36万几，安尼起嚟的。
这拢要感谢志刚呢。所以讲吼，伫文学馆遮尔啊好的一个名声，佫互咱的民众会遮尔啊好的当去使用，真正爱感谢着志刚，佫爱感谢遮侪人为咱的文学馆的一个服务。哇，咱今仔的节目吼，安尼足密切的，因为已经时间来到尾声，哇，希望吼后一届佫有机会佫请吼迄个。馆长，你过来分享迄个文学馆的故事。OK， 感谢，跟咱的空中的好朋友讲一声，拜拜。好，听众朋友，大家再会，拜拜。真欢喜，拜拜。破路，要行千里路途，双脚踏定，坚持方向，手中有未来的幸福。英雄不惊惊涛海浪，阮有做前途。大声唱出咱的理想，胜利在前方。万花不断，传达意志，坚信不乱，心中有美好的江山。英雄袂过深孤难关，阮有伊心胆。大风大雨袂当阻挡，挺心向前冲。若无文化特色做底底，管理的水平就难以维持。一个国家若欠缺着家己的文化，安尼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影响会有偌深、有偌远咧？敢若有人做过研究甲民调，咱的囡仔若减少遮生活中的习性、教育、文艺等等头壳内的思维。就无法度留落深深的意识，伫今仔日甲郑教授的开讲当中，深深体会到
台湾家在有遮认真拼死的前辈，为咱这块岛屿用心铺排、生态、延续，就是甲咱生活中的无同时间的文化记录、收集、整理，才有一前辈留落的经验、智慧，会当发扬光大。惠阳真正希望，属于咱台湾特有的本土文化，因为大家重视，行动来极力支持，会当伫世界舞台徛起啦。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贺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